呢一次咧喺台山區咧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嘅啫。地下室嘅滲水問題，每逢初一、15，有啲水咧就湧上嚟，喺地下湧上嚟，而呢度附近一條喉嘅都冇，最高咧可以達到5cm 到10cm嘅呢個高度嘅。呢個問題仲要持續咗成2年㗎啦。我哋就進行呢個帷幕灌漿，將啲水逼翻出土層，然後喺底下結構層再做翻一陣防水。等待嘅1個星期啦，終發現個牆身仲有水滲出嚟喎。咁原來發現咗第2個漏水點。咁依家呢度咧係本身有2條主排水管嘅，咁呢度係有滲水嘅跡象嘅。我哋就觀察1個星期之後咧，就將埋呢個第2個漏水點咧就修復咗，並且咧做翻個山口，方便日後其他施工人員進行維修。無論落唔落雨咧，佢牆身都會有水滲出嚟嘅，係長期性嘅。就用咗咧金利中材嘅 P138防滲砂漿結晶嘅自我修復嘅，咁做咗個抗滲嘅功能。咁啊入邊就批咗一層嘢，咁啊睇一睇佢個效果係相當之良好嘅。咁其實地下室嘅工程咧，真係唔係玩嘅，真係唔可以亂咁做嘅。我哋喺泄壓嘅途中，你要顧及埋附近有乜嘢樓宇，唔單止要顧及佢結構，水土流失過大會影響隔離層樓，甚至下一層開裂等等嘅原因。根據翻你附近嘅密度同埋現實嘅真實情況，甚至要睇埋市處嘅喉管等等嘅問題，你先能夠喐佢個防水結構。其實澳門咧有零零散散嘅唔同嘅呢啲漏水問題，就好似我哋行下路，琴晚都唔記得可以見到水管漏水嘅。如果有關於滲水漏水結構嘅問題，歡迎揾我。